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松山警察分局的这个技术教官，顶礼拜五啉酒醉，要登去分局的寝室休困，结果伫附近落客停车的时阵，听到一群人真吵闹，就大声讲话，双方来去冲突。这教官看到对方人真多，就冲倒去分局，而且直接走去伫楼顶来闪避，对方竟然就直接就入去这个警察局内底。 这个警方公布着当时的画面，对方一群人就聚集伫警察局的内底，状况是真混乱。虽然这个代志已经过得要一礼拜了，但是网络顶有人来发文章，讲这群人真唱秋，冲入去警察局，搁甲公用的电脑公害。但是警方因为是家己人卡着纠纷，竟然要甲代志浮调来低调处理。 这个松山分局长林志成今仔日出面承认讲，这个教官伊的言行无妥当，除了记过处分，嘛调到警备队。分局长嘛来解释讲，这个电脑是无小心去互弄害去的，唔是去互讲害去的，对方嘛赔偿，嘛绝对无来暗害着家己人，嘛无民众挑战着公权力的状况。